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以西结书第1章26节到第2章第1节，使徒行传26章第1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呼召。曾经有神学院的教授表示，每一次招生之后的面试，教授们都会陷于两难，因为考试录取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又因为每一位报考神学院的人都会说，因为圣灵感动啊，所以就来报考神学院啦，要来受装备啦，预备全职的服侍。当然，教授们怎么能够拒绝或是否认圣灵的感动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位教授是在开玩笑。招生有一定的审核标准，是不会陷于两难的。但相对的，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所领受到的呼召都不相同。以西结书第1章26节到第2章的第1节，先知看到了异象，他非常明白的说，这是上帝所临在的一个记号，并且他也听到了有声音从那个异象当中对他说话。圣经这样记载说，在圆顶的上面有一座像是用蓝宝石造的宝座，上面坐着是仿佛是人。我看见他的腰部以上好像是擦亮的铜，里外都好像是火，他的腰部以下像火，四围都发光。这光彩跟彩虹一样，那就是显明上帝临在的光辉。我一看见这景象，就来伏在地上。接着我听见一个声音，这声音对我说，必朽的人站起来，我要对你说话。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为了他自己领受呼召来辩驳。使徒行传第26章的第1节到18节，他向亚基帕王说明这样的事情。亚基帕王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辩。保罗就伸手为自己申辩。亚基帕王啊，我今天得以在你的面前为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申辩，实在是觉得万幸。更可信的是，你对于犹太人的规定和争论的问题都很熟悉，因此我求你耐心垂听我的申诉。我自幼至今是怎样的一个人，犹太人没有人不知道。有生以来，我就生活在本国的人民当中，居住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肯为我作证，他们知道我从起初就属于我们宗教中最严格的法利赛派。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我对上帝向我们祖先所应许的存着盼望。这应许是我们12支族全体同胞日夜敬拜上帝所盼望得着的。王啊，正是为了这个盼望，我才被犹太人控告。可是你们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相信上帝使死人复活是一件可能的事呢？我从前也相信应该尽力反对拿撒勒人耶稣。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了。我从祭司长得到的权柄，把许多的信徒抓到坐牢。不但这样，他们被判处死刑。现在我也赞成。
此外，我在各会堂多次对他们用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我非常厌恨他们，甚至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有一次，我带着祭司长给我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往了约当正午，我在途中看见一道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烈，从天空照射在我和同行的人周围。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听见一个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像牛用脚踢主人的翅膀，反而伤了自己。”我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站着，我要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做我的仆人。你要见证今天所看见关于我以及将来要指示你的事。我要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手中救你出来，差遣你到他们中间去。你要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权势下归向上帝，好使他们因为信了我而蒙赦免，并且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他们的地位。无论受呼召的情形是怎样，领受上帝呼召的人自己就要非常的清楚。即便是如同报考神学院的人，他们无法被录取，如果真的是从圣灵来的感动，那么他们应该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再来一次，而不是在那边高喊考试不公。受呼召的主仆应当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为主所用。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尽心尽力再来服侍主。诗篇121篇，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了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的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感谢主赐下恩典与呼召，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与主是面对面的，领受了主的呼召，预备成为主仆。求主让我们有坚定的觉知，尽心的服侍，成为主所用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